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哎，站住！干嘛去？休息啊。休什么息啊？好几天没锻炼身体了，你这么快就要休息啊？多练一会儿。可是夫君，我累死了。累什么累？你看看人家夫人，夫人练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一句累都没喊过。什么叫榜样？这就是榜样，榜样的力量。不累怎么能叫锻炼身体？贵在坚持。看，你跟人夫人好好学一学，快学学夫人，就是正能量。哎，小侯爷，哎，不好了啊！怎么了？胡长房说呀，咱们家蒸酒作坊那边被人给围了。啥？哎，吴先生，哎，小侯爷，酿酒作坊那边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回小侯爷，今天一大早啊，各大酒肆的掌柜啊就组织起来到咱家蒸酒作坊来讨说法。这外边的东西啊运不进来，咱里边的酒呢也拉不出去。无奈之举，老夫已招人去报了官。他们要讨什么说法？据说他们是认定咱家借着独家特供军中的便利啊，暗地里给那些有权势的人家卖私酒。他不可能，那咱们家酿的酒自己用朝廷用都不够用，哪有多余的再卖给别人啊？我们家堂堂正正做人，本本分分赚钱，谁给咱们造的谣？我的侯爷呀，咱家卖过私酒。哦，是卖过。那谁把这事儿给走漏出去的？据老夫所知啊，自从咱家得了这奉旨酿酒，这消息就应该已经传了出去。现如今呢，禁酒令一颁布，各大酒庄都面临着关张歇业，所以啊，一不做二不休，他们干脆就到咱家来讨说法了。胡先生，哎，您刚才说您报官了？是啊，今天一早就报官了。完了，上了人家的套了！哎呦，侯爷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如果咱们家酿私酒的这个消息早就被人走漏出去了，那就说明有人想扳倒咱们家。那之所以没明着来，是因为咱们家是有头有脸的大户，所以只好暗着下办的。只要咱们家一报官，官府一来查出咱们家有酒，民情一起，谁也保不住咱们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销毁，马上销毁，在官府来查之前，把账本和酿出多余的酒全部销毁。是。哎，小侯爷，要不要这个事儿通知兰陵公主啊？哎，不行，千万不行，千万不能牵扯进兰陵。如果这事儿是冲着咱们家来的，那就更不能让他出面。不行。对。王小侯爷出来！王小侯爷出来！小侯爷，外面聚了一群人闹事儿呢。不过二娘子和众家丁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听您差遣。妈的，还堵到咱们家门口来了。来人呐！来人，快！给我搬梯子！搬梯子！栓子，你跳墙出去，赶紧通知老四把那酒全给我销毁了。得了，哎，等，回来，你先回来。你先跟我出去，咱们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。干嘛呢你啊？红卫兵啊，你干嘛？插死你得了，我都给我放下！放下！侯爷，这放下东西，赤手空拳的，断胳膊断腿可费劲了。谁说让你们断胳膊断腿了？今天就是出去让人打残废了，也不能动人家一根汗毛。人家就等着咱们动手呢。冷静。走，保护小侯爷。出来！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我们要吃饭，我们要生活。众位，我就是王修王子豪，有什么事吗？王小侯爷，我们都是京城各大酒庄的人，今天找你来，不为别的，就是为了讨个说法。讨说法？你这讨说法有堵人门口了吗？是啊，让不让人出门啊？王小侯爷，我们也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。这禁酒令一颁布，整个长安城只有你家可以酿酒，您的酒只卖给那些长安大户，那我们这些人就没有活路了，对不对呀？对呀，反正都是死，
你要是把我们打死了，还请照顾我们的夫人和孩子。打坐吧！准备，少赖！小侯爷，这事儿不太好办，那不好办也得办啊！你们是少赖啊啊！少赖啊！起来再说。不起来就是不起来！哎，我就不明白了啊！这酿酒也是陈家的事儿，你们到我王府来干嘛呀？是啊，王小侯爷，这整个大唐，谁不知道王家、陈家就是一家？您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。是，就算是这样，那我们也是奉旨酿酒，而且酿的酒只供给军中，跟市面上的酒没关系啊。对呀，小侯爷，您就别抵赖了。说什么？你说什么呢？哎，二娘子，住手啊！我跟你说，别让他们讹上咱们。你们想做是吧？那行，那咱们就对做。哎，得来，好，要文的要武的，要武的找二娘子，要文的还找二娘子。快，搬！走吧，四小姐，官差来了。栓子，快去，堵住他们，千万别让他们进来。好。那搬呢？哟，崔爷，啊，对了，酒庄那事儿没事了，被我给摆平了。要不官人爷几个先回去歇着？不行，既然有闹事儿的，我们要进去查查，看看砸坏什么东西没有。哎，别，崔爷，什么都没砸坏，就连口痰都没吐了。我说你小子死命拦着我，是不是你的作坊里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？嘿，崔爷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作坊里最见不得人的就是我。要不崔爷把我带走也查查去？不急，等一会儿搜完你这儿，再把你带走不迟。走，不是进去。崔爷，哎，崔爷，你这样做会没朋友的。站住！哎，叫你停下行不进啊！哎，站住！我叫你停下行不进啊！您说什么？我说我叫你停下，你听不见吗？啊，我叫德顺，官爷有什么事儿？你他娘的好好说话！哦，我娘在老家，身体不错，多谢官爷关心。好，有你的，看你这边贫不贫？搜。你这些酒要运到哪儿啊？你摊上事儿了，摊上大事儿了。坏了，被骗了。夫君，那俩人到底走了没有？耗了一天，刚走，估计明天还得来。咱们要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啊！那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。要不，咱们高价卖给他们一些酒。不行，一滴也不能卖。元芳，老四，酒庄那边怎么样？幸亏栓子及时报信儿，多余的酒和账本都销毁了。好。但是姐夫，咱家现在这么让人堵着，粮食根本运不进来。今天酿的酒还没往上1万多呢。看来是时候强援出马了。哎，得穷之道，得此死，天涯只羡鸳鸯不羡仙，天涯鸳鸯不羡仙呐，天涯只羡鸳鸯不羡仙，得穷天涯若垂林呐。最后一杯了，谁赢谁喝。行，可以，就这么办。好，比万历，比诗词，比数学，比什么数？比万历，诗词，比算术，比万历。出去。哎，三位，这吵什么呢？还嫌我这不够热闹啊？四豪兄啊，你这酒太好喝了，一杯赶上10斤，嘿嘿，我们仨喝不起。这不，
就剩1杯了。不是你们都是我朋友，喝酒还用掏钱吗？记我账上啊！啊！天地君亲师，概不赊账。这谁写的？老四啊？不赊账，看我的，吴姑娘。董事长，那个来3杯酒，你们都要什么？血腥玛丽、广岛之恋、B52轰炸机。乃是人性，你计较太大了。就要这个感觉吗？30两。啊，对，签单吧，签我单上。董事长，怎么着？我是老板，我还不能签单吗？要这样吗？算了吧，要不然咱走。哎，等等。好。哎，平时也没花钱的地方，你说？拿着，去吧。血腥玛丽、广岛之恋、轰炸机 B52各1杯，1号桌。快点啊！哎，早兄，这不合适这。有什么不合适的呢？是我朋友就合适。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好诗啊，子豪兄，你比那大唐四友的诗强100倍。大唐四友啊，就在外面待着呢。他们自称是什么大唐四友，又想进来喝酒，结果没钱，就提出什么饮诗沽酒。刚被大堂经理给骂出去，现在还不死心呢。就门口那4个啊。我渴得不行了，我找口水喝就治天下。我去！哎，你回来！一死一生，乃见交情；一跪一见，乃知交态。一贫一富，交情乃见。一跪一见，交情乃见。这句怎么似曾相识啊？作诗人应该是叫骆宾王。骆宾王？那这么说，这4人就是初唐4杰？哎，不，大唐四友。哦，原来他们以前叫这名。怎么了，子豪兄？你对他们4个感兴趣啊？我明白，爱才之心啊，人皆有之。你要是真感兴趣，你就把他们请进来，喝一杯。哎呀，不是爱财归爱财，但是我更爱钱啊！1杯10两银子，我可请不起。哎，你们喝吧，你们喝啊，喝。这怎么好意思？这是。哎，你们不是敞开了喝呀？不够再要吗？哎，德昭兄，子豪的生意啊，差不多就行了，是。好，哎呀，行啊，你们今天就敞开了喝吧，以后啊，兴许就没法这么喝了。啊，子豪兄，这是何意啊？你家这可是奉旨酿酒，就算以后全长安都没有酒了，你这可辣部应该是酒香不绝呀。对，3位有所不知啊，这个本来还想私酿一些酒给3位送到府上去，结果呢，现在全长安城都盯着我这奉旨酿酒呢，都盼着我出事儿。哎，那有什么呀？你是皇上册封的侯爵，谁敢动你不成？对，话虽这么说，但是真要是激起了民愤，那就连皇上都得三思啊，何况我只是个侯爵。子豪兄，
你说应该怎么办？只要是我们3个能做到的啊，一定是半死不辞。对，哎，你小子饿什么呀？我力所能及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还真需要你们3个帮忙啊！啊什么啊？不过你们放心，都是一些小忙。君子之有道，如暗视而不欺。引火夫，王小侯爷果然识货。爱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啊？爱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你是王勃？哎，正是。未来，烽火照西京，心中自不平，压帐四风卷，铁骑绕龙城。血案挑起画风多，杂鼓声你为百夫长。生作一书生，你是杨炯？是我，是我。杨炯，骆宾王勃。那你就是卢照邻。得成笔目何辞死，愿作鸳鸯不羡仙。此时新作只在朋友间传咏，没想到王小侯爷竟然……酒香不怕巷子深，是好诗。今天哪怕只有1个人知道，明天也会满城皆知。哎呀，你4人文采斐然，叫大唐四友未免有点失了霸气，不如叫初唐四杰吧。初唐四杰，初唐四杰。荷儿乖，林娘去睡觉。好了。哎，夫君，我正要去你那儿呢。哎，夫君，我正要去找你呢。最近全长安城都在传你倒卖私酒的事儿。你都知道？这种消息要是我都不知道，我这个公主不是白当了？哎呀，最近这几天啊，那些酒肆老板把我们家围得水泄不通。那夫君万不可轻举妄动，这种事情很容易就越闹越大。我要是这点脑子都没有，我怎么跟那些幕后黑手掰手腕？这么说，夫君已经有计划了？我只是让程初帮了我一些小忙，还有一些小忙就需要你亲自出马了。我就知道夫君帮忙这种好事儿，永远都不会忘了我。兰兰，我什么事儿能忘得了你呀？呸！你就说的好听，做的也不差吧？克儿还在呢，没正气。小屁孩什么都不懂。克儿，皇兄近日的气色看着比先前好了许多。是啊，多亏了媚娘的细心照顾。也不是我的功劳，是兰陵公主近日来看望陛下。你瞧陛下有多高兴，陛下一高兴，这气色自然就好多了。是啊，皇妹，以后要多来看看皇兄啊。臣妹近日心中一直惦念着皇兄，想要进宫来探望，但是却总被俗务缠身。就像近日私酒的事情，臣妹花了好大一番功夫才调查清楚。这朝廷刚颁布了禁酒令，就有人敢酿私酒？臣妾也有一些耳闻，据说是那王修奉旨酿酒后，把多余的酒私自售出，引得长安城诸商家怨声载道，纷纷质疑朝廷。不会，子豪不会。陛下，此时不是意气用事之时。常言道，兼听则明啊。还有一句老话说，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子豪，我信得过。兰陵公主一直调查此事，想必公主最清楚不过了。对，皇妹，你说说。陛下，确有此事。现在长安的确有一批私酒，而且确实是王修的高度酒。这，陛下，就连兰陵公主也这么说。看来证据确凿，禁酒令刚刚颁布，就有人售卖私酒，这让朝廷信誉何存？必须严办。是啊，臣妹也主张严办，只是有一事十分蹊跷。何事蹊跷？那些无酒可卖的商家，众口一词直指王修，而那些有酒可卖的商家，却只字不提酒的来源。
也许是怕说出了来源，就进不到4九了。陈妹想，如果陈妹是王修，就算要思娘，也会将酒直接运送到各大王公贵胄的府邸。一来付钱爽快，二来不会有人说三道四，三来还能与各个权贵保持良好的关系。如果把酒输送到民间，只会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。陛下也知，王修思维活络，不是一般人物，这些道理连陈妹都想得明白，更何况是他王修呢？是啊，子豪肯定不会干这种授人以柄的蠢事儿。那依皇妹所见，这私酒是何人贩售啊？可能是军中的下级武官为了利益不惜铤而走险，又或者是有人故意要将王修直至风口浪尖。你看看，差点就冤枉子豪了。皇妹一定要查清楚。陈妹竭力，定不负皇兄所托。小二来了，副官。这位军爷，您要点什么？废话，来酒肆不喝酒还能干嘛？把你们这最好的酒给我拿出来，先给我上3斤，不，10斤。军爷，最近朝廷刚颁布了禁酒令，小店店小，这酒啊实在是没有多少了，限量供应，每人最多2两。放屁！2两酒，1泡尿就没了。老子喝酒就要喝个痛快。去，10斤。去啊！你要是做不了主，把你们老板给我叫过来。啊，是。他奶奶！军爷，请问您有何吩咐啊？喝酒10斤。哎呀，军爷，您这可就难为小的了。小的就算把后边所有的酒都搬来，也不够10斤呐。老子行军打仗这么多年，从来都是好饮，怎么回到长安，反而连酒都喝不上了？军爷，这现在关中地区禁止酿酒，这酒大多都是从东南运来的，小店实在没有实力进酒，您多包涵，多包涵啊！刚回长安，还不知道有这。哎呀，军爷，您有所不知啊，前2天朝廷刚颁布的禁酒令，现在整个关中地区除了1家奉旨酿酒之外，其余啊没有人敢酿酒啊。哦，这个我知道，特供军中用酒。我们军营里的酒多的是每天往河里倒，结果你们这却闹了酒荒。真如军爷所说，军中有那么多酒，我还骗你不成？如果你想要，我拉一车来卖给你。哎，要，我要。好，哈哈哈哈。还不错。哎呀妈！我这一次绝对不生气。那好吧，我倒卖4酒了。王子豪，你怎么可以倒卖4酒呢？你看，我记住你，我记住你，记住什么了？我记住你，你今天又骗我，骗我第2次了，是不是？以后女人说什么不生气，我都不会相信。你还敢耍贫嘴？我原立一片忠心，没想到为了你欺君。那天你说了个绿茶婊，小弟不知何意啊。啊，绿茶婊啊！据子豪兄讲，
这个绿茶婊是黑木耳族的特级美女。又走过了一个城，又爱上了另个人之后，给你唱过的情歌，唱给别人来感受。谁说得不到的就不能再深情的歌颂？情歌没错，错的是感动。一个被爱的人爱了别人，凭一句自由，跟着另个人把曾经的人忘掉之后，抓不到的幸福越用力就越换来落空，苦涩后懂事，怀里有自由。爱了几分，旧的很几分，岁月冲淡了认真，谁都能说天长地久，谁又能真的跨越千年厮守？当冬天落寞，春天悄然来临的时候，人生本来是场